云林县斗六市有一个王先生，昨早起赛车经过滨高道，去拄到一台车直接要违法挖倒平哦。王先生停车落来理论，对方嘛甲车停伫铁基路顶头。警方是表示讲，甲车停伫铁基路是真危险哦，上济会当罚9万块。云林一个姓王查甫人赛车经过斗六市宝藏路的滨高道，对向一台轿车煞硬要切过来倒关，还险险啊，就要弄起哩。慢慢阁想袂到讲，对方阁甲车停伫铁基路顶，落车就要甲伊理论。你不会往这边开吗？就真的因为在铁轨上，也不晓得那个火车什么时候过来啊。我想说好，保全也请我让一下，就不要再跟他吵了，要叫我退让一下啊。我退了之后，他也不走，还在那边叫嚣。保全是讲倒入来迄个看唔到啦，唔是行迄边，你爱行较过来。体育警察表示，当时是无接到报案，不过若照行车记录器来看，或是轿车甲车停伫咧滨高道，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会使罚15000以上9万以下罚金，搁吊驾照1年。后装于平交道，因无法会车发生僵持对峙，本分局将调阅平交道监视器影像，厘清上述时间点违规车辆车牌，以查询违规车主身份，并依违规事实自单举发。警方表示，另外一台车因为无法度烧闪，那像嘛停伫咧画黄线、盲仔线的所在，若是确定违规，嘛要罚900至1800。提醒民众，若是万不一伫滨高道附近发生纠纷，应该先甲车驶去边啊，避免影响到火车，嘛保护家己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